画面当中一幅一幅的画作，拢是知名的绘本作家小林里的《台湾风之旅》的绘本的原稿。这个展览对台南的安平国小出发，将要巡回台南6间国小，希望透过作家的创作，让学生会使欣赏到台湾各地的水。16号上午举办开幕典礼，市长委特也特别出席欣赏这个画作。对着校方来讲，这也是一个针对美学甲艺术教育的好机会。谢谢慧玲主编还亲自过来做一个培训，然后我们到班级做这个导读。然后导读完之后有相关的配合活动，各校的相关的配合活动。那再来巡回之后，我想会让各校在阅读、在艺术与人文，应该会有更好的收获。会使促成这届的展览，是因为这个原稿原本就伫台湾，加上联经出版社甲小林里老师来做沟通，才有这个难得的盛会。小林里对台湾的热爱，包括最后出版之后。他既然把所有的原土就留在台湾，交给我们的王主编保管，也因为如此，所以才有这次非常重要的这一次展览。除了欣赏绘本甲原稿以外，每一间学校也拢搭配校内课程做相关的创作。其中将军国小也特别结合校内的绘本创作，将老师的作品来做改编，展现学生的创意。老师把自己比喻成像一只蝴蝶一样。在台湾的各地飞来飞去。我的家乡有着瓦盘盐田，瓦盘盐田是用破掉的瓦片放在盐田中，再以古法制作天然海盐。我画的是高雄港，然后改编成我们家乡的将军渔港。在画的时候，我们家人有挑一些时间带我去那边看一下，因为知道我画那一将军渔港。后来发现，因为我去渔港的时间其实很少，将军渔港也是我第一次见过和去过渔港，因为我去渔港的次数很少。原本想要亲自教中的小林里老师，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只会使用影片来表达伊的心情。伊也期待这个作品会使让学生喜爱上艺术，并投入创作当中。但新闻广播采访报道。